上真高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1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昨昏是立法院这个会期的最后一天，调议的立委透明通过真侪法案。经过几若届的表决大战，伫这个会期立法院计共是通过55个议案。也毋过在表决进程讨论法案的时，有真侪部会首长拢请假，拢无到位，这嘛互南北立委真不满。经过调议几啊摆表决大战，立法院这个会期伫昨暗时11点50分结束。立法院长韩国瑜密切主持，要拼法案大清仓，总算结束。第18条，我们是3党不过半，113位立法委员，几乎有一半是新进的立委，难免会有碰撞磨合，我们也打架、吵架、拉扯，但是我们也有温暖、团结、合作。新住民基本法伫最后第3通过3读，不过规工落来，针对解除人民族团大陆员工的限制，甲刑法修正案等重要内容进行讨论的时阵，包含交通部长、陆委会主委、甲法务部长拢无来，和大北立委是真不满。就是这些部委首长请假的时候，我们的会议主席、院长知不知道？看起来刚刚院长的表情是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各位首长都理当要来，因为对他的重要法案的预算很重要嘛。不来一定要给院长请个假，这是一定的。你们要谴责他，我没有意见。韩国瑜表示，这个会期总共通过50个议案，包含法律案40案、调阅案3案、复议案2案，甲其他议案10案。4大内容包含保障人民权益、提悬再生医疗、加强诈骗危害、甲防治诈欺犯罪危害、强化保护海洋生态、甲维护军人甲劳工。行政长杜英台伫散会了后，也特别到现场甲国党团握手致意。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伫休会进程，伫即届嘛有3读通过电业法第49条的修正条文，明定后摆这电价法律的审议会成员内底，专家学者、相关的民间团体代表爱占1半以上。另外 ，NCC 组织法委员是规定爱限连任1届，只是届 NCC 的委员是任期会做到这个月底，就要搁重新提名，所以立法院伫后一届的会期就会行使新的 NCC 委员的人事动议权。我们决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条文修正通过。立法院法案大清算，针对 NCC 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被民众党立委无投票，那赢以52票对立赢51票，三都旧委员延任的过渡条款，修改 NCC 拢总7个委员任期4年，改满会当连任的规定，改做任期4年，而且敢会当连任1届。我们同意 NCC 委员的提名权应该要由行政院院长所来加以掌握。我们希望行政院院长他推出他的人选，能够有一个更慎重的审查机制。可以担任 NCC 委员的，都是长期在相关领域有相当长才、有业界、有学术的基底，但是因此来限制了他们的延任，这是非常不智，也相当可惜。有台机动的案件，立法院嘛3读通过刑法第286条条文修正案，加重叫台机动的刑责。若苦毒7岁以下的囡仔，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妨害伊的身心健全，或者是发育，甚至是致使囡仔死亡、重伤等等，会加重1半的刑责。希望通过了这样的草案之后，能够有遏阻的效果。我们不要再看到下一个凯凯。如果未来还继续发生这样的状况，没有办法只用刑期加重1/2来威吓这一些恶徒的话，我相信未来在立法院，我们还会继续的来修法。4月7日起电钱嘛引起关注，立法院嘛3读通过电业法第49条，明定电价法律审议会成员，即学者、专家甲相关民间团体代表，袂当伫1半以下，爱以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为原则。我们希望未来电价的审议可以更专业，可以更多元，而不是有更大的政治决定的阴影。要求民间的专业的委员要超过1/2。也若公牛收购的介绍，从2011年到大拢无起，要停伫1公斤26块。若被提修正动议，拢主张1公斤为26块，调到31块。另外，解除禁止民众组团去中国观光的限制。
那被以食厝的优势表决通过，也若邀请总统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这案，嘛已经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含乡亲，咱同齐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各地同款是正青菜，同款是高温烧热。咱同齐来看温度。透过温度会当看到，咱台湾附近拢无云，温度会真悬，高温烧热。气象署伫今仔日继续针对17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其中伫新北、台东、屏东是红色的灯号，台北、嘉义也个台南是柑仔色的灯号，拢有可能会出现38度的高温。另外，嘛要提醒乡亲，伫中昼左右，各地头紫外线指数拢会达到过量，甚至到危险的级数。所以，乡亲透中昼有要出门，一定要做好早日，避免热伤害。那伫雨水这部分，除了东南部、恒春半岛、甲金门会落阵雨，其他所在今仔日拢是侪云到好天。也毋过过昼爱细日雷公雨、西北雨，尤其是山区爱有风上大雨。即摆天气有影是有够热，嘛要提醒乡亲，即摆休热，总共有要带囡仔去公园佚佗，去耍游乐设施的时，一定要注意游乐设施甲涂骹的温度，因为有民间团体就专工去调查公园人工草坡的温度，发现讲才早起10点尔，这的温度已经超过是60度。囡仔若是去遐耍，甚至烫赤骹，有可能就是去烫着伤。民间团体嘛建议家长会当去找自然的草坡啊，温度会较低。若是有树仔通早日伫遐耍会更较好。拄过昼有家长带囡仔到大安森林公园海千秋，不过热天到公园耍就要注意。长期关心公园议题的民间团体发现，热天公园人工草皮地板的温度超过60度，囡仔可能会烫着伤。下午出来然后要穿球鞋，大人会先去碰碰看，如果觉得太烫的话，就要特别跟小孩说。如果说真的太热的话，我们是不会去玩游具，对。但是也是希望说，就是有那个游乐器材的地方啊，可以多种一些树。大概是早上10点，然后太阳大概曝晒了4个小时。对，那我们去测量的时候发现，人工草是60几度，那真的草大概32度左右。民间团体实际提机器磅温度，发现人工材质的地板较会吸热，亲像定看到的树林地板通到55度。除了甲人工材质地板换掉，因也建议加种树仔，也是真好的方法。亲像沙地，若有树影杂咧，就只有37度。那自然的铺面，像是小砾石啊、沙坑啊，或者是经费够的话，就是真的草啊、树的天然的树荫，然后可以笼罩整个游戏场。像大安森林公园，它有大片的那个人工遮阳棚。民间团体建议家长热天带囡仔到公园佚佗，爱穿薄的长衣长裤，避免皮肤直接摸到器材烫着伤。家长也要带先摸器材、地板，确认温度安全。另外，若带囡仔到清水公园耍，有水降温就会较安全。记者郭明玉台台北报道。大家用亲，咱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食药署伫昨昏有公布上新边境查验无合格名单，内底呢有一批是对美国进口冷冻的牛脂，互验出有糖去感染，计共有25公斤外。这一批产品即马是伫边境就已经互查落来啊，所以会退回无就是毁掉，未流入去咱的市场。来看联合报。台南市进前发生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被枪杀，台南市的警察局长廖宗山昨昏退休，新的人事案嘛昨昏公布，由警政署政务委员林国清来接这个58个人。来关心中国时报。台北市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教保员伫去年涉嫌性侵害一个查某囡仔，监察委员伫昨昏宣布立案要调查这个案。也毋过即马23法内底是有规定讲，媒体咧报这款案件的时，拢无法度去公开幼稚园的名。也毋过监察委员以公共利益为理由，有写出幼稚园含涉案的人员。监察委员是强调讲，立法的精神是主要要保护受害的儿少的身份，避免出现二度、第二届的伤害。啊，若加害人相关的资料，爱互大家知影的事，就爱互大家知。另外，咱台湾进前驻泰国的代表曾石汉涉嫌性骚扰查某员工，监察院伫测试的时，嘛以11票成立，1票无成立，通过对伊的弹劾案。专案即马要移送顶届法院去审理。
咱国前驻泰国代表曾淑涵涉嫌讲性骚扰，监察院顶一日审查通过弹劾。报告指出，曾淑涵在2022年12月初3至初6出场执行公务的期间，在顶下司权力无对等的情形之下，违反女当人的意愿，甲伊握手的时间有到15分钟至20分钟，甚至要求受害女当人去房间讨论修改地书稿，互这个查某囡仔是感觉真惊吓、无爽快，去互冒犯。我们几位调查委员都认为，即便没有性意图，但是他的行为已经构成对方的不舒服，好，然后也让对方觉得就是觉得恶心啊。那外交官他的界限还有他的都应该要很严谨的。监察院以11票成立，1票无成立，通过弹劾曾淑涵。专案移送天界法院审理。弹劾案内容指出，曾淑涵虽然否认性骚扰的行为，不过承认因为手冷、找女当人握手、握手等等的行为，也若结果进程，曾淑涵是拢无回应。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驻外馆性骚扰的事件，除了曾淑涵，也有前驻菲律宾代表齐培勇嘛去互指控，甲菲律宾籍的女秘书性骚扰，也有姓黄的外交官去互指控传信息要共约出来，而且传穿游泳衫的相片等等骚扰的行为。外交部认定曾淑涵的行为已经符合性别工作平等法性骚扰的定义。外交部配合协助监察院对本案的调查工作，对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表示尊重。外交部这5年受理性骚扰的申诉案有10件，工课场霸凌的申诉案有5件。为了防止这类的事件再次发生，外交部处长甲各单位的主管，也有各驻外机构的馆长，拢签性骚扰零容忍的承诺书。外交部内部甲外派人员签禁止性骚扰承诺书，嘛要求2024年顶半年外派人员甲新任的馆长完成性平课程甲治疗测验，嘛会追踪训练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泰国一间5000级的酒店发生一件真怪奇的死亡案件，有3个查甫、3个查某，计共6个人死亡。伫这现场内底是无相拍婚者，内底嘛毋是互抢劫，也毋过伫房间内饮料，即马发现有可疑的物件，死者若亲像是去互偷袭的。因为这间房间有7个人订房，毋过尾也敢若5个人来住，这一寡无合理也毋知所在，也讲继续在追查。这死者被发现的时阵吐白泡，这是一个警官事后透露，当局为案发现场初步调查，认为可能遭到毒杀。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ไปได้ว่าจะกระทำกันด้วยเกิดจากข้างในจะมีบุคคลไปซ่อนตัวอยู่หรือเข้าด้วยวิธีการใดเนี่ยทำจากข้างในดื่มจนหมดทุกแก้วแต่ว่ามีเศษเหมือนเศษ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ตกค้างอยู่ก้นถ้วย泰国首都曼谷爱鲁湾军乐饭店发生离奇死亡案件，过下房价无照15退房时间退房，房务人员开门时阵发现尸体报警。警方表示，死亡时间超过24点钟。调查发现，死者内底干一个人身躯有空喙，可能是绊倒；有2个人死者好亲像要向门口靠山顶当煞白虎。甲客房服务店的饮料内底发现可疑物质，甲死者 DNA。疫境内底有第零用饮料甲旁边拢用开放式容器底咧。有7个人订房，干有5个人咧住，也有1个人下落不明。死者当中1个人甲饭店柜台登记身份无符合。บุคคลที่7ไม่มีถามว่าอะไรคือมูลเหตุจูงใจในครั้งนี้这死者拢是越南籍，不过其中2人是美国公民身份。总理赛塔到现场了解情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已经接到相关通报，有关美国公民在海外死亡，驻台官员有责任将下案情告判定死刑，双方会保持密切联络。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镜头来美国，关心美国前总统川普伫顶礼拜6伊闪过庆杀了后。伊伫昨昏是参加共和党的全国大会，这嘛是伊发生枪案了后头一届的公开活动。川普伫昨昏是正式互共和党提名代表共和党参选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伊嘛对外宣布，伊的副手是今年39岁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范苏。川普13闪过暗杀事件了后，正片片也爆掉咧。15出现伫威斯康辛州的密尔瓦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现场一直发奋斗甲美国这口号，川普也对咧发。You will not take this man down. He has the courage, the strength,
and he will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是川普拄着暗杀受伤了第一摆公开出来，10月大会顶悬也正式提名川普加入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We are grateful for you to be our nominee for the 47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川普按算第18黄金时间发表演讲，正式接受共和党提名。川普15离开全大会会场时阵，身躯边为大批国安提供支援，严防佫一摆发生意外。川普伫会场时阵，身躯边坐就是进前被提名川普的竞选副手，今年39岁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范斯。分析认为，范斯应替川普争取美国拿领阶级甲农业人口的选票，佫较重视年轻世代认同。I think this is a young candidate for vice president. This is something I think Donald Trump, by choosing someone this young, helps, to expand the party and expand a reach into younger generations. 范斯下一次作梦者之歌别个真好，是讲故乡俄亥俄州面临的问题。高中毕业，加入海军陆战队服役4年，了后为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也做过电子商务事业。熟悉真济金主，2016年也批评川普可能加入美国的希特勒，暗过了后加入川普坚定支持者。2012年伫川普行台之下当选参议员。伊主张现实主义的外交原则，主张外交政策第一是美国利益。同时，比川普更较反对对乌克兰提供军援，也对台湾真友善。伊认为美国面临上大威胁是中国武力犯台，佮批评拜登优先军援乌克兰，和对待军售比延误。公司新闻叫文庆编辑。出庭来作证，公司新闻先都不会编译。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 CNN 伫今仔日是报讲，美国政府伫过去这几个礼拜有接到线报，讲伊拢想要暗杀前总统川普。不过目前并无证据来显示13伫宾州川普的做事活动顶悬发生的这一件枪击案，这个20岁凶手和伊拢有啥物款关系？继续关心，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特斯拉的执行长大好野人马斯克拍算要提供资金去支持川普，伊讲伊会逐个月捐钱，予一个支持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伊拍算要捐4500万美金，超过台票14亿。伊要支持川普伫年底选美国的总统大选。继续关心由日本主办的太平洋岛国高峰会，16个时会伫东京来开幕。包括别流，也有18个国家甲地区的领导人拢会去参加。太平洋岛国横看作是美中对立上前线，日本是希望会当深化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关系，爱同齐对抗中国。来关心陆军北军团伫昨昏伫台南的喜厝沙埔这搭红色沙埔进行野战的射击训练，50个高调人员每一个人可以射36枪。军方是强调讲，这是要强化高调人员的实战能力。换主席换庆节阿晚，日军北军团16伫台南喜事海埔进行野战训场射击训练，50个高调员每一个射36条实弹。其实这63只报道16都进行实弹训练。算熟悉，各项的一些长官的指导，我们都是还有记忆。快速的这个射击是我第一次来做这个训练。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新鲜新奇。高官伫边协助，海边防守弹武器开副状况，和野战训练更加接近真实战场。针对应招演来做实战化的射击训练，实地的地形及地物，然后让我们的招演来熟悉这些地貌以利在届时的作战场景能够更融入。喜事海埔一带是国军认定可能会被敌军定着红色沙堡之时，加上9到14天。军事专家陈国明分析，有希望甲主战部队伫日的汉光40号演习期间进行上后联合防卫验证。
香港飞弹机动发射车出现大灯，自小伫花莲海军海防大队接到响定政府转换起点部署，两只光华6号飞弹快艇也进入福冈渔港，原来是要配合韩国演练滨海战术甲部署能力。另外，办案77号演习是22到15伫全台举行，除了原本的交通管制、室内外演习，佮配合韩国国防发布飞弹火箭攻击台湾特定地区的警告简讯。让一般的民众对共军假设他们飞弹来袭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个是不错的，因为其实各国都在做不管是韩国或者说以色列，他们都在做。去年天马出现伫屏东甲路塘海埔进行拖式飞弹射击，今年汉光进前，根据军备局指控9厂射击工具，16到12伫屏东甲路塘周边海空域，即时用火炮射击任务管制附近海空域。不过，测试3款的装备，国军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因那网络嘛是一款战场，接到信息就唔通乌白传，因为即马人工智慧是愈来愈厉害。国防部嘛公布4种上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包括伫网络用钓鱼来偷摕机密，也有用假影片来扰乱军心，也有发布假的卫星相片来影响侦查。另外，有一款是制作有争议的消息来造成对立。国防部是呼吁民众，总共接到这信息，有怀疑就要去查证，嘛唔通乌白传。AI 人工智慧最近正流行，也产生深伪技术的挑战甲风险。尤其若是敌军伪造以假乱真的错误证据，就可能达到认知作战的目的，包括网络钓鱼、偷摕个资、机密、伪造影片、扰乱军心、伪造卫星图片的样态、混淆侦察的工作，造成错误的判读，制造争议性的资讯，加重对立甲仇恨的情绪。中共在 AI 相关的论文发表的数量是全世界，它是站在第1位的。生物技术这个部分，他们的研发应该至少是在以先进国家应该是同步的。国防部呼吁面对可疑的资讯，要秉持无轻性、无传播、爱查证、爱定清的原则，来降低被骗甲误判证据的风险。未来也继续强化官兵的识图能力、资源意识。因立委吴国昌伫最近讲，国军的太阳光电设备是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国军表示，伫设备内面的路由器部分涉及到网络的传输功能，会让甲厂商终止合约。有24案是有使用到录制产品，这个路由器具有网络传输的一个功能，已经违反国军资通管理作业的规定的要求。我们未来最终会核予终止契约。因国军二队撤出中正纪念堂，蒋介石动上大厅，外界这么关心自我甲头寮的年轻的二队，以后是不是在做调整？国防部是重申，自我甲头寮二队的部分暂时无做规划。记者综合报道。也这几天，因为两岸局势有较紧张，中国对自2020年开始就禁止中国学生来咱台湾读册。敢若开放本地就伫台湾读大学的中国学生，会当继续伫台湾读研究所。陆生研究会有表示讲，咱今年是开放1500个中国学生的名额，不过尾敢若174个人申请，这是14年来人数上少的一届。等9月开学，就是新的学期，真侪学校伫校内拢会陆续公布录取名单。中国伫2020年开始禁止学生来台湾读册。陆生联召会表示，台湾逐档拢会开放1500个名额给中国学生。今年硕士、博士只有174个学生申请，是咱台湾招中国学生14年以来上少的。我们硕士班今年是核定1106人，然后博士班核定394人。那报名的人数都大幅的降低，硕士班64人报名，然后博士班136人报名。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新的硕士那个大学部的毕业生了，所以那个硕士班的那个报名人数就会骤减这样子。对中国来台湾读册，吴同学伊是伫2019年来台湾读大学，一路对大学读到研究所嘛，因为政策的关系，互伊伫考硕士的过程当中，竞争变真细嘛，真顺利。因为他暂停了那个学位生来台学习，所以说到我申请台湾研究所的时候，其实陆生的的人数已经比较少了，所以说跟往年比的话，其实我的竞争压力是申请这个研究所的那个竞争压力是少了很多。
针对中国学生来台湾读册，总统赖清德伫就职典礼时嘛讲到，中国学生来台湾读册会当做伙追求和平共赢。陆联会认为，为着要降低两岸紧张的气氛，会当对教育开始做起，嘛呼吁中国爱开放中国学生来台湾。记者伫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财政部公布头一批新青安违规的情形，有1502件，其中呢内底毋是买厝，毋是要来家己住，是要来说服别人的，大概是占内底8成。另外嘛有掠到贷款的年限对40年变30年，房贷利率嘛对新青安的1.775%转贷了后变做2.75%。新青安政策带动房市转热，互厝价嘛一直无法度倒来，都惊出现投机者是人头户。财政部16公布第一波新青安违规的案件，查核时间是对去年的8月初1到今年的3月底，无家己住的个案拢总有1502件，包括租互别人有1332件，含人头户170件，收落来阁要来查第2摆。有转租的话，马上就会面临停止适用利息优惠这样的风险。我们这边还是会要求银行持续去做好贷后管理的。倒卖厝的中人伫面册发文讲，有客户互银行通知讲，因为厝卡申请税厝的补助，互掠到违规，互银行甲优惠贷款条件拢收转去。台中有一个30几岁查甫人伫高铁附近开差不多1300万买一间大楼的中古厝，贷款1000万，互掠到讲用新青安贷款，但是煞违规租互别人。厝贷款的年限40年降到30年，利率嘛对优惠的1.775%转贷变2.75%，款项期逐个月的贷款对15000变做23000。被降成数，但它是有余力可以做一个负担的状态下。当时的用意虽然说可能要出租，但他之后还是想要自住的状态。以我们现在状况，就是协助他做一个转贷。这是新青安政策和科技业的开放，拢推升房市转热。有经济专家认为讲，央行进前提出第6波的信用管制未退场，甚至有可能搁加。把一些成数给下降，它可能是手段之一，货币管制的方式，让银行放贷出去的成本增加，减少他们的一些放款意愿，让市场降温。根据财政部的统计，6月单一个月携贷的户数是7244户，携贷的金额是567.7亿，含5月比是减1成以上。另外，新青安新贷户的占比，央行搁在统计。房市专家讲，房市股市联动，贷股大起，数字嘛会过去房市，短期来恐惊是无啥会降温。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立法院伫昨昏嘛有三读通过《证券交易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上市上柜的这大公司，准讲有趁钱就要拨一定的比例，互员工基层会当加薪水，无爱互员工分红食红，希望透过调关薪水捞调人才。决议《证券交易法》第14条条文修正通过。证券交易法第14条修正案，16日立法院议会三读通过。条文内底明定，上市上柜公司爱伫章程内底写明，以年度利润提拨一定的比例，甲基层的员工调薪水或者是分配奖金。这种上市柜公司如果因为这个加薪的一个这个效果，持续可以留住人才，甚至抢才的话，也会带动同业要跟进来加薪，才有办法来留住自己人才，跟其他有加薪的同业来抢才。的修法主要是因为上市上柜公司是产业界主要的大公司，公司若有趁钱，应该积极提升员工的素质，甲人才捞调的。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有共识，主张提拨的比例由劳动部甲财政部提出，若调整薪水或者是奖金，会当为迄年度盈利事业所得额来检讨。不过公司若还有累积的亏损，嘛要甲补起来。引起关注的是，塑化业大公司台塑集团每年的7月份拢会进行年度的调薪水，按算17早起会开会讨论调薪水。根据了解，目前倾向调薪水3%，而且一个月增加600块伙食的津贴。不过最后的结果也是爱等财时来决定。台塑企业工会表示，希望当达成劳资双赢。你定得太低，可能有这个定锚效应；你定得太高，又不可行。再来，我是定个提拨比例，我更不管他怎么去分配。这盈余怎么分配？我分配给高阶主管的，分配给中高阶的，跟分配给底层的，我到底怎么分配？我们也管不到嘛。那这样的话，
不见能够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为了薪水透明，参考的条文内底嘛明定，上市上柜公司按规定编制年度财务报告的时阵，应该另外依主管机关的规定，公开公司薪水甲奖金的政策，也有全体员工平均的薪水调整等等的资讯，希望当改善劳工薪水低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这几年，咱台湾和捷克关系真好。2019年时，伫捷克嘅台湾人因为成立捷克台湾协会，伫遐办中文学校举办文化活动，互台湾人会当互相照顾。这个协会嘛是国民外交的第一线。因除了开中文课，即马嘛渐渐出现希望开台语课，也是办台语活动的声音。也毋过呢，台语资源有较欠缺，所以嘛较恶办。透过台语新闻的镜头，带乡亲，咱同齐来关心捷克的台湾人，想要传承台语，因拄着什么困境？伫捷克的普朗家有一个主要由台湾人所成立的捷克台湾协会，为着要互台湾人伫遮会当互相照顾、互相交流，所以咧，因伫咧2019年的时阵成立这个捷克台湾协会。若即马咧，因伫这个所在，原来办各种的文化活动，甚至咧也有办一个 Prague 正体中文学校，咱来看卖。有时候他们会选什么去彰化海边玩啊。然后我觉得超好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伫协会的中文学校者有侪一讲科书，推动学校成立的会长齐梦婷，伊表示囡仔拢真介意和台湾自然、人文环境有关的内容。若阵有带囡仔到台湾亲身体会到的时，因就会对台湾感觉愈亲近。伊讲当初是为着要互伊的囡仔有中文的学习环境，才来成立非营利学校，嘛参考真侪其他国家的教校的经营模式。学习是需要同侪的。这样子的效果是最好的。那他知道有一个人跟他一样需要写中文作业，或者是有一个人跟他一样有妈妈或是爸爸是来自台湾的人，所以他也会有一个归属感，他不会觉得那么孤独。学校有针对囡仔甲大人开中文课，嘛会办读册会，邀请不同专家来演讲，佮会办一寡文化性的活动。齐梦婷希望用这个社会参与，互捷克的民众愈了解台湾，嘛算作是台湾人伫捷克的国民外交。需求或是询问说，你们有没有活动，有没有关于台湾的文化工作坊可以参加？所以我们时常会为了我们的捷克朋友们，举办一些可以亲近台湾文化的活动。时间久来学中文的台湾囡仔和捷克人拢有增加，嘛有招中文共学团的家长，豆豆嘛开始有对台语有兴趣的人在问讲，敢会当开台语课？协会成员表示讲，要伫捷克找到教台语的老师，也是要招共学团，拢有真大的困难。因为我们从小会跟阿公阿妈讲台语，所以我其实也还蛮想要把台语加进，就是说他的生活里面。那目前因为他还就是2岁，所以还在考虑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接触台语。协会成员嘛指出，有当时是家己台语无甲练转，毋那是师资硬吹。另外，目前大部分的台语教材绘本等等，拢是针对台湾人设计，适合因囡仔读的，也是适合外国人的，也无介多。伊嘛毋望未来会当有愈侪这教学资源，互因伫咧捷克嘛会当为囡仔创造台语环境。记者卢尚珠、柯秉哲捷克报道。另外来看，用台语买当来讲外太空，讲太空的知识，这是新竹市的本土语推广协会伫休热期间连续3天举办太空营队。活动内底除了请太空中心专业人员来分享，互学员认捌知影讲咱台湾即马伫太空科技的发展，伊嘛教学员安那用纸来做火箭。伊是用 GPS 讯号去处理的一个卫星，伊让知影讲咱即马大气层内底，即卖电离层的这个状况。用台语带大家来认识太空中的卫星有啥物款的作用，佮甲大家了解台湾发展太空科技的历史过程。学员毋但感觉真趣味，而且嘛学到真侪新知识。有趣味啊，嘛有学到一寡甲太空有关系的知识。会使家己 DIY 做一寡物件，我昨做一个火箭。毋是讲要互囡仔去做太空人安怎想伊，会用学用母语的物件去学更较侪新的知识。我感觉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
看到家己 DIY 纸做的火箭会当顺利飞起来，囡仔拢真欢喜。新北市本土剧推广协会休热期间，邀请大家做伙来用台语学太空。专业讲师也讲，这是家己第一摆用台语上课。第一届用台语来介绍这个卫生的课程哦，我感觉是足趣味啦，嘛是这足好的经验，互大家吼更较了解咱台湾的卫生甲太空的发展。阮拢是台语囡仔，吼，所以阮希望伫这个营队会使互咱的囡仔啊，甲咱的家长。啊，搁咱的社会知影，台语会使讲万事，台语会使讲万项，台语会使来学太空的技术、卫星啊，甲火箭的技术。啊，希望台语会使伫咱的生活内底，互咱使用。学会表示，虽然课程有较深，不过大家听课的囡仔，来用台语来问火箭的相关问题。大家唔拿明白国家太空科技过程中也做到台语生活化的目标。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文化新眼界，咱镜头来去台南府城普济殿的灯会，逐年拢是伫普济殿四周围的架顶，会挂上青派花灯。这是由民间发起的灯会，一个月月底因要去到日本的仙台。除了要呈现府城文化气氛，伊嘛要参布袋戏团合作，要甲咱台湾的传统文化推出去国际。规大片的灯海五花杂色水当当，这是普济灯会逐当过年的景象。这场白摊真抢眼的花灯无共款，连续12档靠着民间的力量，光彩上灯，一拍一拍的花灯有独特的故事。光细节的灯会嘛，互人对未来有真大的愿望。这回店市文化局带头，要伫日本仙台重现普济灯会，用400粒花灯，要互日本人看到台湾古都府城顶下的传统文化。进前虽然是3、4年前就出去参加遐个展览，但是这届是以阮家己为主题，阮家己去遐布置，阮人员。阮的技工拢会做伙过去。台湾的传统的灯笼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是每一个都是用市民自己就是精心设计哈，自己手绘出来的。仙台也帮我们宣传，他们大家市民是都很期待的。会选伫日本仙台展出，协会指出，因为这是台南的姊妹仔市，嘛是311当日本大地东海上的大灾区。这阵遮当咧豆豆啊兴起来，因要用花灯表达祝福。另外，因嘛参布袋戏团合作，向人好彩头，甲台湾正港本土的传统艺术，早去日本做交流。布袋是台湾的嘛，是一种祝福庆成，变成咱日本甲台湾的一种交流之外，有日本看到真正咱台湾的文化。这个灾后复兴的精神就是民间参与，俺希望普济灯会会当互因知影讲，咱大家拢共款做伙，利用一个民间参与方式，互规个地方的这个文化、社会、经济拢会当复振起来。仙台台湾节7月27正式起稿，要连续展出1个月。仙台现场有200粒花灯，要互日本人体验彩绘，到时伫明年普济灯会展出，伊要一步一步行向愈在地、愈国际目标。记者李秀台南采访报道。伊若布袋戏要办演唱会，乡亲无看唔到，这是霹雳布袋戏36年来要举办头一场大型的演唱会，时间就伫10月份，伊要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演出。这个是集合上百个霹雳布袋戏经典的角色，佮邀请布袋戏歌唱来唱歌，而且这甲传统的戏剧要结合科技，打造4D 的舞台，要互观众无共款的感受。在阮心中汹涌。由歌手西庆唱出这条《汹涌》，是霹雳布袋戏内面经典歌曲，嘛是侪布袋戏迷回忆。今年霹雳有全新的突破，36年以来头一届举办布袋戏的演唱会，甲传统的戏曲加入科技，以4D 浸水式的模式演出，佮加入旁边的体验，互观众唔能用目睭耳孔感受，佮会当用鼻的。本来传统文化就是爱甲科技甲 AI 行做伙，安尼较会当不断是的这个进步咱这个传统文化呢，也较会当永远叫流传落去。
这届演出除了现场超过100的霹雳英雄共带，第一男主角素还真有49位分身同齐现身，演出经典戏出。霹雳36年以来推出4000多条的歌曲，7位布袋戏的歌手，包括西庆、黄山亮等等的人，会配合布袋戏的演出，现场重现经典歌曲。一寡我的经典的歌，人大家爱听，所以我会个特别安尼来训练啦，惊唱唔对，所以留大家心目安尼。然后我们每次在高雄的演唱会都特别的成功，特别的受欢迎。霹雳经典10月19、20，要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演出，透过传统的音乐、真人歌手，佮有所谓科技的元素做伙结合，戏迷是真期待。唔知影霹雳布袋戏，佮会当变出什么新步数？记者钟丽辉、柯昭荣高雄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即马天气有影是真热。伫通远中立就看到骑奥多巴的民众在等红灯的时，看到那敢若有车，无看到骑车的人。结果回头一看，伊是走去边仔闪日头。也若高雄嘛有民众伫等看到红灯，还未骑到停止线，看到会当炸日的所在就随停落来。不过即寡行为拢是违规的。画面内底，即只奥多巴停伫回条线顶悬咧等车红灯，车顶煞无人。我正平一个看，才发现即个起事是踮伫路边咧避日头。代志发生伫15桃园中立的领航南路，警方讲车主违规的行为会甲开单。警方将依《道交条例》第43条第1项第4款，非遇突发状况于车道中暂停，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全台湾热协出门是真艰苦，那桃园。高雄大路口停车红灯，卡袂到就要50秒。有民众为着闪日头，还未到停止线，就先挡伫树荫下骹。风拍棍甲外套，嘛才做民众出门一定要载物件。像咧拍歌安尼呢？为着保护民众等车红灯袂输咧拍歌，交通局延续去年热浪调降号志周期的计划，7月至9月，逐工早起9点至下晡4点，石泉路、中华路、九如甲博爱这4条路交叉的范围。还佫有五福路、中山路、甲民权路这3条路交叉的范围内，号志周期150秒的大路口会降做120秒。不用等太久的话，方便啦。所以每个路口的调整也要依据它的行人灯跟它的红绿灯的时项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也会斟酌针对每个路口的状况来进行调整。高雄2013年，捌伫红山设置奥多巴加日头的边仔，后来因为设备旧啊等等的问题，伫2021年拆掉。这2年改做缩短号志周期来应用。交通局表示，后续会观察车流的情形，随时做检讨甲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因天气遮热，真侪人爱耍水。伫屏东内部顶礼拜六，当地的7号水圳就看到有民众跳落去水圳耍水。不过水利署强调讲，水圳的水是真臭流，而且呢，遐佫有阿木头的便桥，这毋是耍水的所在。若无注意，佫会去撞到受伤。嘛讲安尼生是毋通，因为真危险。穿游泳裤的查甫囡仔顺水流向水尾冲，将水圳当作耍水道伫耍。屏东内部乡一个民众，顶礼拜六13伫当地7号水圳耍水，民众决定翕落来，伫网络引起讨论。但当地民众提醒，上好卖落去。以前小时候很多人玩啊，因为现在都有农药啊。9·11地震过后，水脏掉以后就没有。这较紧啦，你下面有石头扫，咱嘛无看嘛唔知啊。是该凉掉啦，毋过嘛是小可危险性。马路边的水圳亲像飘飘河同款，伫热天看起来真清凉，但毋拿农药等问题爱考虑。水流急加上水圳顶悬连接马路甲田的安稳土便桥，一无小意就可能害民众受伤。而且7号水圳的用途其实是供应灌溉用水。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也希望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天气炎热，那你如果要玩水，一定要到公告合法的水域去玩水，那有安全的设施。那这个水郡是完全没有安全设施。清凉的水圳有可能掺着危险，水利局呼吁民众重视耍水的安全，并表示虽然即卖法规并无伫灌溉用水圳耍水的法条，但会考虑增加相关规定，禁止耍水的行为，以免民众发生危险。记者陈焕武、柯正准屏东报道。
因若即个热天有一定学生来驶帆船，这是宜兰的月亮国中驶帆船要环岛，因按算要用28天的时间走1939公里。昨昏的帆船是驶到中部的海域，其中有一只伫中华附近的渔港靠搭，海巡赶紧派船，甲13个老师和学生接到另外一只帆船，继续互因走行程。海巡署派来的船慢慢挖近，一只重量有34吨、长度67的重型帆船“光卡号”伫中华轮尾湾渔港的航道顶头靠搭，船身小看崎岖，船顶的师生等待救援。你们上面还有几个人？这样子，总共13位。宜兰县高边国中小这个月初5，136个师生展开接力驶船驶台湾一年的计划，由苏澳港出航。迄当阵总统赖清德亲身到现场甲祝福。海巡署第3海巡队表示，宽大的帆船“光卡号”甲“阿木号”7月15早起入去到轮尾湾渔港补给的时阵，拄到退牢，其中“光卡号”靠搭船顶13个师生由海巡署接送来到阿木号继续行程。108栋艇立即释放救难小艇前往救援。于上午10时许，将所有人员全数接驳离开搁浅船，再接驳至到另一艘帆船上。我们有2艘船嘛，就让那个有搁浅的那艘船的所有船员都换到另外一艘船来，船舶就等涨潮啊，等涨潮以后再离开。校方强调，光卡号伫7月15下晡4点已经借电楼脱困，16暝是2点起到后一站平湖。海巡署表示，师生的帆船入去到中部海域的时阵，都有派巡防艇伫边仔咧介护，全部人员拢平安。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关心伫家己国立中正大学环保学系有一群学生，因是组一个影像工作室。这学生以带伫机构内底家友做主题，有翕一支纪录片，号做无法无家。伊希望互大家会当了解家友所拄到的问题和困境。你家人今天回来？我好想喝10几个这个咖啡。影片的主角讲出家己思念厝内亲人的心情，因是带伫机构内底的家友。国立中正大学传播系的学生，用机构内底的家友做主角，透过镜头来记录发生电影身上的故事，甲拄到的问题。我们开始甲因可能开讲熟悉，豆发现讲，其实无家者因有身躯顶悬嘛有真侪真特别的故事，不过可能咱大家拢无遐尔了解，常常陷于刻板印象。导演表示，过去一寡以家友做主题的纪录片。较侪拢是用伫街仔路流浪的角度来看，这出无法无假的纪录片，就是要互人了解讲家友因拄到的問題，毋是干那送入去機構內底有所在大就無問題啊。會當知影講因住佇內面的環境安那，因的心態是安那想的，其實因攏想要有一個家，但這個家可能和咱想的無共。反思講，家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模樣，然後。也會去想自己家裡發生的事情。我們想要去讓大家去思考講，按伫因一寡無家者即賣的處境來講，安尼敢是一個合理的做法。拍片團隊為一開始找影片的受訪者，到拍這出紀錄片出來，用當外的時間，嘛因為這個題材人物無家者拄到的問題，導演表示，這出紀錄片會繼續拍落去，希望讓無家者或者是家友的困境甲權益，會當受到更較儕人的重視。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因若8月第4個禮拜是大節，中華基督教病院當天攏會舉辦相關的活動。因這屆呢是舉辦料理課，利用當時在地食材，互阿公阿嬷用台語傳孫當作煮食，互因會當增加感情。甜，我講甜嘅甜出，咱來甜雞、甜鴨。老師教民眾台語煮食講法，所落來用中華粉圓、飯仔起的水粉、寶島的鹽水、新港的雞仔呢，才會在地食材，互阿公阿嬷帶孫做伙料理，煮一頓青草。學到真濟煮物件的方式，親像沙、滷的，然後煎的。厝邊啊，互囡仔有一寡平常的常識，菜車因較無了解，對日常桌頂食的物件嘛，無法清楚。8月第4個禮拜日是大節，
中华基督教病院逐年拢会举办相关活动，今年特别安排户外体验课程，互民众洗菜市啊了解食材、宣导健康饮食的概念。国父时代用台语教孙仔煮食，增加甲子孙的感情。世界各国的国家嘛，都有推广这个、阿公阿嬷教孙仔这个节庆的日子安尼。咱出来咱的在地彰化市吼，咱互愈侪人来认捌咱家己的大的所在，这是真美好的代志。主办单位表示，现代的生活模式改变，即阵小家庭愈来愈多，造成阿公阿嬷甲子孙见面互动的机会减少。甲煮食活动结合台语，希望营造一个有声音、有滋味的马孙仔回忆。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英国阿尔卑斯山有真侪人会去遐出世，也毋过这几年因为气候变迁、温度愈悬，积雪量是减真济，嘛影响出世人数。奥地利即马有度假村的业者该推出骑脚踏车的活动，真正成真侪人去体验。即马伫当地骑脚踏车游览已经变做第二大游览的族群。排队咧等用升降机向顶悬线，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这几年热天愈来愈侪人揸山地脚踏车来，到当地脚踏车公园变亲手。Such kind of mountains and slopes, we just don't have them. And here it's just fantastic. 过去游客去阿尔卑斯山冬天大部分是出世，热天是行山路。啊，不过这几年受气候变迁的影响，阿尔卑斯山冬天气温渐悬，积雪量也减少，影响出世人客人数。奥地利业者就改投资热天活动，用阿尔卑斯山的美景、完善的脚踏车公园，吸引游客来山区骑脚踏车度假。几年来，骑山地脚踏车的人已经真少，行山路以外，热天第二大游客族群。Also waren die Sommer sehr, sehr stark und die letzten 10 Jahre können wir ungefähr um 70% an Steigerung an den Ersteintritten sehen, also sprich das Biking boomt. 度假村业者指出，过去阿尔卑斯山旅游业经济效益，热天甲冬天差不多多。今年热天的旅游收入已经比冬天更加悬一寡。啊，不过山地脚踏车运动提供游玩阻碍，地主林业行山路人无一定欢迎骑脚踏车的人。所以需要政府协助各方达成共识，建立规则，这样让这项度假运动继续发展。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辑。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有38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是37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有34度；外岛的温度27度至36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